还对你有一个家暴行为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直接可以去报警了。俺在那没呗，俺说的我那没些也不是机器人甚至程序等着没吧，不是家暴就等于把这件事闹成分手，又或者说离婚，也不是说一定要选择原谅，这不是两种选择题。这挺大可能嘛，这有可能是家庭矛盾甚至情况感觉嘛，就对俺说一定要就是立足于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甚至些，然后去分析一个男的平时情况的那名呢，就是为什么家暴，这些都是要分析的。然后但是要立足于实际，而不是说刚才没忙不写有一次或者就有50次是更多。这个你一次就 game over 的话，那就听忙不也呗，那这些有的呢，但是你需要去承担因为一次而去导致你家庭的一个破裂，这并不仅仅是套一个0次跟无数次的公式存在着你要去承担that book 单元呢更麻烦。然后就是仅仅就是一个刚结婚状态的话就已经很难搞了嘛，对吧？重组家庭其实是需要很多付出很多努力的孙子肉，都切对的。我们一定是要好好经营孙子。然后刚才说的，说女性第一次面临家暴需要做出的反应孙子这些呢，咱们上一辈肯定是比我们这一辈相比的话，肯定是更能忍下来。对控制受教育程度的，就是接受的教育和面临的女性的压迫是不一样的。那弱一点，咱们平心而论，甚至说给这点吧，那样的话，你不是要去推翻，就是咱们新一代女性，并不是要去推翻上面那一代的。你推翻的话，带来的只有破坏。俺做见识，我们的新一辈都是接受过教育的，男的要拒绝家暴，女的也要拒绝家暴，更有能力要去反抗家暴。那么老一辈的话，我们得帮助他们去反抗，并不是说拿出抨击显能去的。咱们不说内地的吧，内地可能比咱们西藏比的话，这个女权之风盛行一点。对，我并不觉得这个出事点是错的，这个是很好的，对吧？但是你要看怎么做。你是正规的为了维护自己权利，还是说没开些单国内人为力王甚至现在肯定是有那种的嘛，所以还是要立足于一个自己的家暴之前才对离婚前分手前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那前呢你要面临的困难很多很多，万一呢，对吧？万一呢？更参与了。这样从哪了？那个家说呀，跟着没呗，但你无突就样着没呗？从这你这是你是个忙不行能有，所以还是你要自己看他是自己能不能自己能不能就是接受，没有就是这个听不了任何人的建议。你俩有没有爱和对，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现实点。这。근데 오늘 이제 독서다가 sab자가 쉬어래 양파조 직전에 슈니에도 오늘 로주 로니슈 배 콘조다 디게 베슴 나를 야제데 하다가 슈근들레 이거를 봐这聊可能写什么？这当下那个准的，俺这了什么时候看不中啊？或者搞的许那怕原谅去或者报这些，就俺那就这样什么当不了。这个要想那写书，我了什么当啊？就家暴就김장那就他呀的，他是那就看起来就他不了。开始他们的逻辑开始什么？那就看得起逻辑，人家家暴他们给让俺做引起民这什么当就做，但是可以弄来着，旁边弄来着。为什么会发生家暴？我觉得这也很重要的。그러니까 나서서 미세다 소소 처와리 야기부터 다닌다 봐 참보제 대니 주고 봐 아니 그시 논주직 인도 휴질 남사 가가전에 직전에 걔다 이제 망보 크고로 봐 디지로 교비자래 망보 봐 다소소 삼 처와랑을 되기래 아직 당시에는 계시家暴那就天文谈不他的因素呢，那就上单的设备因素呢，切于实际的话，基本上你会很难看到去那种报警啊，去或者直接离婚的。之前的忙起来给原谅说几个度。이제 보면 참전 가시 닝제다 가시 부분 되게 라보다 빠기 워대야 콜라보레이스다 봐 닝제 닝지 신예다 이제 잡체냐 이제 소금 신예 먹고도 가
人想忙不的，没开些就是我那突然反抗，结果呢，勇气很难过个我俺说我那错那个抗议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需要保持一个理智的头脑去分析自己情况。没发现我呢，就是得寸进尺、疼人那种，就应该拿起法律武器，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当断则断，不断那个扰乱起立即死个弱也，反正。我大概就是要不写透明的了。要不写让给我那到印刷部这些多。但这个真的说是，开始俺做中间别几个月吧，下说呢，但kimza ni yu che kimza ni ga nang lo ya jia bao ne zu tuan che kimza ji de ka le so so na pe na sha bin so na a ji no che wa le ya su sen dan de zai je ni kyu ge ka so so ge qi me du che jia bao ne zu fa bu ji da kimza ji nang lo sha bin na chuo ge de ka so qi le chang dong ka de so na在赌博的的参与切解，你可能呀赌博的说不是按照切解，跟情绪的开始阿姐讲了要发钱民说，今天就没大了吧？可是你就你不因素，你上当因素，那这三千两三卡钱要水的上多。他的是起码是最可能的，你常规的下不因素，他的可是阿姐让拿到因素呢，你家宝呢就他不因素呢，他的是说呢，就业的需要的凑齐了吧？要是说的。你知道，肉来这种是不用这些人买不着手的。感觉肉里没经历过那种很深的感情，是过去，那经历现在是有点啥子。两句就去了呢。那个嘞，就是他老是那老的你别多啊，就是那讲这个想不想有女用啊嘞？对。要不然就。叔叔没朋友们都得真叫了，身边讲起，叔叔想不想有用多呢？俺想不想我有因素呢？你也老面子，俺看你的训练真嘛吧？你的训练真嘛的？俺其实那么三分手是觉得你也晓得吧？哎，你朋友就老买那个俺的车上。然后你看来是特别喜欢嘛的，俺这个来是老是起来的，俺上不起来的，这当然现在有点就是确实是有一点父权的传统的有啊的，你年轻的不忙不起来，你就有点深度，因为这俺就叫这些了吧？对。呀，有点双标噻，对不对？你样都做不了的事。真的，那真的是，感情经历有点的。俺金山的这个面子，你开始在金山那个年就差不多做的，把那俺们的也没说呢，他我给本着动作，他金山那就本家动作呢，就可能还没有团那个写了吧？对。那边那是啥因素呢？等你当了写别准这一年，啥子样的？别准他们这边是啥因素呢？他阿姐起了呀，你说现在这今天早上了呀，做不晓得因素呢？咱开始做个的阿姐的虚个因素呢？之前的去做给看来是说呢，他做个种看来是说，做个这类是不能嘛的吧？开始虚个因素呢？在阿姐拿不的，真的可能浪子特别买不起这虚晓不的啥事个是吧？转到什么因素呢？开始你做的按照他哪个因素，你什么大因素呢？但要是从说呢，熟悉们这的，所以说是情绪控制线的嘛多，也是你就你的这个耍的这你就他不你嘛的吧？这点是要就从说呢，还是当就说生产因素呢，他开始说什么都觉得，还是在从那个搞不修热起，基本上那开始从就出的热因素呢，你什么忙当了吧？对，但是你觉不，其实觉不到这个的都有的。哎呀，主要的看来，你就今天还是的那了呀，看来。首先这些因素也三大因素呢，这当现在分清的要说的深度。这两个最看着的，哎我去，这两个都去。那我听说给这谁啊有的，俺说的不行呢，的像是就是婚姻状况呢，那个切学家暴人的话，那一个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面临最大的可能危机是什么？那当那个要不协同的兄弟嘞，就是女性。捐钱学还是说的是？对，捐钱学孙子的。还说是最大的需求什么是嘞？需求明大爷，就是最容易犯的错误，孙子。你们能想想吗？像你这个错的哪了？我们这个捐钱学开始是呢，你这葡萄朋友，你家了捐钱学的地嘛的，去了里面这样的，你这下的嘛的呗。
阶级可以，这是两个都是的，但是两个肯定相对于女性和男性肯定是有区别的。但俺说配的，他配的么的不知道不。俺的哎，俺不给写对，连不写透明的他写给呢，俺这个写你的，讲他讲的，俺老去你我那老他写给这写透明的，对呀。然后咱们说，女性最大的问题是牢骚发脾气所，对吧？男性面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家暴。咱们拿这两个比较的话，男性家暴那个女性的话。那个其他人可能会劝那个女性，她不喜着我也都死给我，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但是我们就不能拿男性家暴女性这件事跟女性家暴男性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拿女性发牢骚发脾气跟男性比，发脾气的频率可能女性是比男生高一点的，对吧？对。但是我们拿这个比的话，我们可能会劝那个男的说，哎，他泡沫里过，然现在这要让着点，是个我。这是两个同样的问题，只是他们俩侧重的，就是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男说不能拿家暴女性家暴男性跟男性家暴女性这两个相比。那我觉得也不能拿家暴和牢骚比较吧。对啊，我说的家暴只是一个盖着男性就是女性面临的最大危机，你肯定不能拿家暴比。这个人身伤害跟发脾气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在婚姻中面临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嘛，对都面临各式各样的危机。所以说，对。给忙学的吧，朋友学的人，那朋友给忙学的，不学的嘛，吧？你家老别的老二。对，一定要俺说没记起来才对，一定不要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机器人，程序不能让网上的知识直接输入到自己的脑子，直接不经思考就程序输出了。枪死人面试多。枪死人面试呢？枪死相当这个某种程度啊。出轨的家暴是不是一个同一个过程的一个事情的程度？出轨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多是处于一个过程当中，且家暴是什么呢？直接的一个结果嘛。你真是怕做多大的因素呢？确实不是多，但按照做多大的因素呢？可以出轨且不的，旁边出轨且定义多当这个吧。下面说呢，经常上的这个因素呢，但普及开始看来是说呢，出轨家暴且旁边的出轨家暴因素，你在可以对比嘛？你具体看的是几个地方对比起这个度家暴的结果的吧？其实家暴的导致家暴的原因这个上当这个这多当这个多。对，应该你那么说合理一点，这些东西。结婚前个名词。那这里的不会跟这些朋友多了解，不会跟这些。哪里？他看他开始上大一那里，他早就看的是说偏主呢，自动越在紧张这个了吧？但马上都先这个了，在今天看啥？那么的个寂寞嘛，西门那个人家在牛了吧？心里可能牛了吧？这当前呢，上到这最近的偏主怕看吧，是制度点是越在上到这上，开始那制度点按我那从这起来呀，首先在不得做的。第，你要就是他关因素呢，制度点做了熟悉是吧？对。那你做是的。哪个给这几年的？用这么多。电工呢，说实话，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偏见的、很大男子主义的话题。这个我呢是个出轨的话，两方肯定都是有错的。他的意思是，妹妹，几早给搭档的，还是不这是起了的出轨，现在这是大家的，我呢不破缺给弄住的，但不切上给弄住去，开的确是的。你旁边人家些的屋子，让旁边这个人家钱，他别谁都没。十更多啊，这个就是一个极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维护男权的顺着。对，这个就是女权该打的东西。不仅仅是女性该打的，也是我们男性该打的。这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受过教育的人都该理智的问题，甚至永远不要给予任何一个人特权。怎么说呢？特权。用这个词可能形容的对，在他之前呢可以，但是要平等的对待，就是你要把他当成一个人，而不是说。他有什么特权，或者说他不里有什么特权，这是都不可取的。
这这没啥的大家的，不给他妈妈填小娃嘛，也不是那不会的呀，或者是的，我们这我那前几周搞了，我们东那忙不起小娃听嘛的，他妈听嘛的，必须懂嘛的，我们也不起这些事情嘛的吧？那几周干了，我们才用过的多的，对吧？你给是的大家的，我们出国去那那经济不是有的，不比出国去那样，你这里下啥去的，去的跑去弄出的。你出国也出国，他们还有理由了也，不得算是我们的。但是就是今天到那弄的，可能是高质量的男性或者这些。但高质量的意思是呢，做的看来是，我只是看见到些吧，想拥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在未来。对。那边呢，它啥个因素呢？比如出国去呢的，旁边出国去呢的，做的看来是说呢，平常这个没给的看来是呢，制度跟你说的吧。但你制度的看来，人们的看来是说呢，侧面开始家暴的动作的呀，主要也有一些一定的客观影响嘛。如果说一个女性的话，她出轨了，然后这个男性本身是说不定是可以容忍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外面的声音太多的话，他可能自己情绪上面也有一个那个量变到一个质变的一个过程嘛。这种就是呢，只做个说跟提过的啊，这样的话，其实说是的，팀장지开始说呢，팀장但是他专业前辈因素呢，做说是上大个深度，还是只做个上给西边年辈因素呢，他们的是就是呢，让个说话阶段就没开完说了。对。这东西段的这下边因素呢，但出轨前的这个那边因素呢，你个给看是说呢，你要想想为什么出轨对吧？其实呢，之前呢，他可能你这种进入真的强，那么这个说话阶段的动作，用了搞到这个真的从哪里面去？个说话阶段真的心里还过了吧？但相关的，这里面主要些不就这个吧？那因素呢，你不能找因为这个原因就出轨吧？因就是呢，出轨方式肯定是最大的一个过错。就算你家庭出现一些什么矛盾、感情不和或者三观不和，但是你选择出轨的那一刻，就是你是最大的错误嘛。对，但没点我那觉不大，那就不明白他的。这就是呢，那出轨的这，他这里个是，突然来的，你就是哪样东西？我来的，俺就参加的披露个几座通民队之类的。看是这个电动使用的，好了，从前看是车水马龙，看是医生只有爱一个人才是跟电动是那个东啊。你主要什么是哪东？俺是陪你拿来，这个是讲的，我们应不吃下说，但首先但这女人呀，我们有这个的吧？因为女人呀做的看来是呢，起落几座嘛，我就同样嘛，对吧？做说的嘛，就是呢，他啥呀的，同样的女人些，他几座动作我们搞不了呀，俺定这做起不是？他做的，其做的主要就是没得生给出轨下。这其实男生出轨是正常的，因为男生只图好色，在这边正常的。但没啥点个这些呗，你懂不？这样玩的，出轨因为说，然后呢，没他些进别大的。问题，不，俺最不朋友我那三单，我朋友那三单，朋友这三单，朋友三单，那你弄嘛的？出轨现在当然挪了。出轨差啥挪不的？正常要嘛的，出轨都不正常。然后说我们现在这个人，说是看出基本上的出轨前，现在这个人，你让说是把阿玛亚三动的，开始让给把那个阿玛利亚按照前面的，让说是没那个三动。对啊，女生也好色呀，对啊，女生也好色呀。为啥我们常常都是讲的？但这里个是好色是意思啊，但总之你性教育我们那些下边说，那俺这都对不因素，这是应该是对于一个男性的一个误解的。俺这上面也不常嘛是差不多是同样的前面可能不但我们常常讲的。对，明确也不问这样啊，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处在的社会是一个主要是以一个父权社会为主，所以说女性可能就在我那儿，等一下。在我那儿桌上没有吗？我下来吧，等一下啊。我觉得应该在桌上的，兄弟。这也是一种。我下来吧。装逼吧，装死。我觉得现在女权最好的一个就是它的作用最好的一个体现，现在在那个性上面嘛，现在最近。所以我们因素，但你按照譬如那个因素，查查我查过的说许多啊，现在同样的些因素，那体力看是那边情差因素呢，新年还过了吧，不来过吧，不来过吧，因为我那不结果的什么东西吧？对。啊，体力看是新年还过了吧？啊，你也不对多。这个 Alexander，this is too much information that I need to know。最近嘛是还做的。दुसरी तर फमोन जे यो मारे फमो मिंचे यहाँ का जे याकुन जे जे पांगजा छे मिवे तम्या
这对我当然没的，就是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能力是也是那件是不是女生的天性上所的？还会马上说了，你看就呢。这个感要看个人的感觉，不包括所有人的你这些上的就嘛了。他光 MC 连这个啊 PK， 我下去了，能 PK 的话。等一下，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事。那下了嘛要，也差不多了。放嘛，这样做的就钱啊，来做中。有，那刚才聊到哪了？你们？出轨能原谅吗？还是刚刚那个你就看那个出轨，我觉得不能原谅。我不说能不能原谅，这是基于两个人的感情顺着路，对吧？爱得很深，钱呢你可能自己能原谅，那自己接受不了就如果分手顺着路。回头呢，该是听的。然后回头呢，该是听的。你开始，他说搞了这个呢，他开始不，但回头呢，开始嘛的，他看你那个气氛说呢。开始开来说呢，偏居搞了这个呢，不一样的，旁边那的，开始几个开来说出轨前面说呢，你觉得是不是有个说法嘛？一次不忠，好像终身不用啥的。出轨这个说呢，出轨现在用过来。你先用的。啊，你也现在用过，那这刚才呢，出轨前面说呢，出轨这个才不是，是吧？出轨前面说，我觉得还是分手最好的。我也觉得这个不能原谅，我俩这个不能原谅，可以原谅，但别太容易原谅噻。你这个跟原谅一模一样的。出轨其实意味着你对这就是从咱们的思维上来说，人类思维前呢，出轨就等于不忠诚，顺着路，对吧？出轨能这做来啥的？出轨其实都有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已经不忠诚于这段关系了吧？不是出轨的话，是不是忠诚只是这段婚姻的其中一个因素，甚至说，对吧？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关系。我觉得我这理我操，又不是只有他，那么多人，哎呦喂。对，但是你比如你想想嘛，你有2个孩子，然后家里大部分的钱都是他挣的话，其实你不一定是基于对他的爱，但是你是基于这段婚姻所带来的利益，对吧？我顶上朋友是边角领的，你是啥东西噻？用的我。对，我是非常就是这公司上交这种我是不太支持的。但是我肯定是要支持，就是家庭资源重组中，你拿出你的钱，我拿出我的钱，共同经营，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权，这是必须要的。对。那会去国外是留钱的，会去了就跟那里打住那个就我是那个的。经常就在看那些写不上嘛的，经常就看那些什么，经常是朋友跟那组团的还互动了，这个是老板什么主要呢的公务员弄呀的，这感情的旁边记录了嘛，这个是。我们这个。马达的是不是的？这个说的，我们看的是说，俺这朋友就说的那了呀，朋友看的是说，女生其实这个都是，看的公务员一年的，他那不是前面那不住给人家的，他这个说下面是双这个一年的，忙中的。对。都。很多看的都这个东西，这那中给忙些，不多，俺这不觉得，看的。网红起码西门这个种嘛多，可是网红群众这个种的这两人是他们这个慢慢成名了。那你给那是不给不在这吧？但是你点呢？但不但泡沫你个老让给优势从这有了，在加拿大呢，泡沫可能有优势，但搬砖钱呢，俺说配的，但不肯定这样有优势嘛，对吧？公的，我那配个。他是给这个写透明，公大，俺拿出来明。那车子那么说呢，车子都是拍个为那，也是让口都说为那，让口都说的嘛的，的新北设计、新北方向、新北的都是那现在口都说的吧，其他跟我都是的，你们懂我的这种意思？对。这夜的时候，俺给管理处一点下嘛的吧。我就做个这那的，
里面写着朋友女不得受毒了吧？他开始一个当地对呀，在某种当着拉美什么样的已经建立那个平衡，我觉得会瞬间会破坏掉。啊，真的他们喜是。欢装逼噻，但俺这说的是装逼接受。真的是肯有的，但是按照我那正儿八经讨论起来吧，没急眼也没搞什么对立，按照我那就是在分析问题嘛，对吧？如果我说句话，我觉得就女权的女权的维权过程，我觉得是特别困难的一个过程。我没啥的，看不清楚。因为就算他已经，我觉得他就跟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是。如果说你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女权的一个体系，但是这个国家又发生一些动荡的话，这个平衡会瞬间破坏掉是，我觉得。但对的吧？对你觉得让人的别的样的吧？骂单真了不知道，他把骂单的给没那个朋友往这个他们是做的，他这什么他们能够年龄家里说的。然都是钱的钱啥啥说的，我们能够派出搞不没去，我们派出这个对下呀，我估计个钱都碰不的，对呀，人家忙过了吧，也不是，这咱他们女权我那跑去做的，那这样个两个人都是做的。这些。我们说这里跑去的呀，到我们同不差不多。我那按照女权是维护结果呢，一方面争取，一方面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人人平等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文明的程度给提上来，接受教育甚至这，从来没有靠力量去维持的秩序，你真正的秩序肯定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对吧？那说在普里嘛的，普起给我们尊重结果的。他是有跟我同样的权利，我需要去尊重他的权利。那女性也一样，我也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要维护我的权利，同时我要尊重男性的权利。都显得真的，我那应该要不要这个吧？但我觉得最小单位的女权，我们这个女权没去赛的，那是说话的，我那就是边角的是别人看着我弟弟的啥没去的啥。对，所以，现在。毛手钱的，听我讲的，俺这特别难了呀，女权的呀，没去了过的，我们往这往死了的，但看来你今天推的好不懂嘛说。你没这个没去是我的噻。对。没去了，他是都是你这个是吧？没去，他们往是我的吧？工作女权是不给你们很这个老的。啥啥的，第一说的特别。没去是工作，没去是女权是不给你们老的。都是好几年呗。没往死了的，没去，他们往他们给往去，对吧呢？刚才干。就是他，six 不动作的呀，按照普里的年纪自然为在看 six 不就越被因素那么上，都还没过没得。点给大家写下名度，不过我可以看一下今晚。对，按照那么就给写多都历史了，对吧？讲下人多我呢，这个要不写通的要不的我呢。对，大家说的是帮谁的？都是的噻，都大家我从事的，按照女权噻，可以的，一些的，没哇。对。这嘛样推就单独不对的。这个啥的给我们忙着漏洞。这个啥不嘛了？那按说，譬如我呢，就是你文化没有竞争力的话，人嘛的，你在最先进那段没有说话权，肯定是不行的。对的，按说研究生当了英语系的重视结果多啊。对。那就是因为很多先进就是英语世界掌控结果，你应该懂得更多一点这方面。对，按说你不能说按说譬如一句你要学习藏文，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因为藏文有它的使用价值，有它的美，而我去发掘它的美，所以它才值得我去学习、去尊重，对吧？他感觉我那当然没呢。就拿到的呀，那个第十哪有的，搞个十哪有的，俺这了别的工作，你这个多些甚至俺做那个改几种的土名吧。没得。俺做线下的这个，没得，但做那个是当时呢，所以各个的点在开始普里因为因素呢，开始各个没变，那两个没变，这就是写个东西呢。
맞아.真正应当也也不讲的什么了吧？那做培育是印度，但我们这一辈需要做到的就是让藏文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这样他下一辈才有学习的动力。你不能拿着10年前的东西，你不能拿着100年前的东西说现在很有学习价值，它是个很好的东西，你不能证明它是个很好的东西的话，你其实 아니 저 상당히 디파레스 나와 되고 이제 계속 가르쳐 피게 던두잖아. 다들 양아주 배지마다 같이 한다 가르쳐서나 다 양아주 피게 체시 마무리가 이규다 던도 탈이와 말아. 在这一个control 看吧是说呢，车里给细节看吧是说呢，去这个我们的专业词当中，忙不是考试可以就有嘛对吧？下面呢就有嘛的，俺这培训班有嘛对吧？那边这俺上面经常呀，这些个程度经常了的，这个就能参与说这个程度。我支持，我支持你这个观点。你也是呀，其他的机会里，但是我说的是，俺做，但呼吁藏文学习什么都爱。但去让培育，去让培育讲的，谁要的嘞？俺做培育给家人，我呢要发掘些，让他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这才是最好的给予他生命力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用这个藏族人的身份去要求他学习。你可以要求他学习。那你一下子看，那培育讲过的，大概是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可是培育雅个单一去的讲过的，可是那是培育人在讲过的，引进民间的 industry， 引进民间的切都你是老民都会讲白说，这商业钱。是这样的，但是。俺不这的看来是说呢，引进民间看来是呢，没人想大给改配的这样，引进大个股的，跟他才啥不用说呢。그때가 전에 지로 책동 국제 집주셔 구삼들아 주주 공장당 나와래 가면 가신 저 중샤 초아지기 서버 인수는 가서 인터내셔널 세제 인지 대비 가봤으나 인지 무익이 ABCD 기 표시당장 안저 얘기 기억도스 공장당 나라는 내준저 중샤 제 기내 타마타마 제 챔프시야他们在这个特别的所属阶级看来说是非常的突出啊。但这就是呢，毛主席啦，估计中亚设备因素呢，空个到啊，增加设备因素呢 ，international 设计，所以嘛，空个最个几个到啊，看来是说呢，这一的帮助看来是说呢，这一个7-8岁，或者讲给一个7-8岁啊，给穷下，因为他们就真空看来，他毛主席啦，王水人这空给主动的啊。确认的结果里。俺说的，培育些啊，空出这个保留钱对吧？这个保留钱，主流文化甚至英语啊并入前面对吧？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对吧？俺做甚至其他的。你那是多贵的地区不是少，是对不起，你那有些我买的啥，对不对？哎，对，自然理解。俺说没些钱的给这些别往下有的哇。让这些别往让给嘛个的，让你拍不进不登记的，让给进这些就让来没大家子。对，我可以解决我的饭碗，但是我也可以。完全不冲突呀。对啊。培育讲我的噻，别个是都会大家来我的了，我来但是制作刚个切的来写过的了，都会多来写过的，反正俺这给啥往这里让给俺做嘛个的。那就知道了，你这干什呢？说多多的，俺这现在干什的呀？真的看了，你说嘛的？真的说看，真的说了，还是冲突说嘛的？真的我买了吧？真的说嘛的？对。我那的。俺做暑假的7-8-7岁的，俺做人类有的哇。对。原来看那来，点来多子拖吧，人类这个有的哇。对。对嘞，但俺做对的，刚做这个呢。每次上老师说都会的，上了单这钱没了那呢，我那单的那种的他的多培育了嘛，现的。不去这个价格就这个的话，然后是从这浪子回头，这种人太多了，然后就是你忙不了的吧？你价格一样就别过的。先专注自己饭碗，谈什么大局谁肯定就是第一个去学习汉语的，第一个不学藏语的就是他。我那里点不里我那，来家的现场这个嘛的，也的那里仁义礼智信息呢，我那。这几个字单拎出来都是非常好的词，但是现在网上舆论点的也不明多啊，工作自己文化重视的，听着明多啊，现在听着。对，这样的，我那然后说都会了，我那说你到底上面当着登贵呢，也不热的，你身边人都会了，上面看不上面身边上面当也没有的吧？按第怎么说的，是吧？
俺做的单个是我对的。个人设备就打做还是你咱们当时呢，多贵的主要靠这了，多贵的呢，有时候出来讲了呀，但那不是没那不家用，说是起来的，要么说呢起落来了，个这个因说呢，但是看来是说呢，木匠的，总是在主要嘛的，是说现在那边比到在主要面吧。是，你没等到去做个那不呀，塞不就好可能，你两个都会可能在乎的，第二个让 mix 个塞不多的。俺说现在你突然你虽然懂你多，看来啥也没西个嘛的，但是你确实需要做到一些实现自己的价值。看来啥也没西个嘛的顶上。对，但是你我突然这个想到这个团的这个因素呢，可是的，俺们说是店长也给离开的是说呢，要我们现在他们革命都是这个因素呢，俺说是权力的影响是哪些个？因为这个的少数民族的啊，都是要做的开的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群体嘛。可是他们这一肯定说呢，俺说革命的看法都图的，俺说老挣钱的革命的都图嘛的，俺我家的没办法。这上2本的分，我们上211切开药吧，也没那边没办法。前面看到项目的拍个老师要个民度的有个动啊，全部到设备说的，看到比你看上个拉不前拍个看拉不录出来的录制呢，这当时呢拆建厂嘛，将来要个嘛都不会嘛，对吧？哦，到后来他写个段我呢要我这的。咱刚做么那些呢？聊回刚才的话题，咱刚说，就是建国初期吧，也给汉就是简化起来吧，是吧？从繁体变成简体，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跟上时代，普及教育素质。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俺做培育讲点么有的嘞。咱俺做多位看不上，给这恰咱这个嘛是吧？就比如俺做二张一那嘞，俺前两年的给写对点，也不写通的对吧？对。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俺做，对，就让给几个学员呢，来几个写通嘛是吧？对，那空白不打的，我来几九从啥说呢？别个的路数路过了吧？这一这个是假的，我来这一个查的是说呢，电脑啥子开始看了，我先把写过来，我先查说呢，现在别个给咱们读写，这重看嘛，重返入节嘛。这你那个什么，总给你给去给你看过来的。今朝我那看不行了的，俺说让给些你意思呢，各位其实大家很难同意的，切通嘛的，这是很难东西。就这样看来是说呢，但俺这不能我的呀，干这些呀，他那俺这特别这个，俺这样你就看他就是说呢，俺这这个就不是懂啊。是。你的现在给人家推荐给人家个小件特别特别要嘛的。对，他车上的他也那个的，他配没给，往这啥的，车里配一个做呀，他配个熊做呀，啷个的嘞，伢的啷个并不起的。现在全部是呢，俺做那个穷起来来要嘛的。我那的。我到底上这个我那让叔叔给的，讲什么的，那我几多好这个配的个熊，他那用我的是。Marang chang ko yube ma se marang chu do la sam dong wi za de sa ta ne song ze kom be kin ji bu se nga mi phe ji yo ma sun de inte de ba ya ne jung za de ne tembe de sam ta ma shi ne yo mar da nan chu de da ye经常俺说在西藏建设，咱不说国家建设太大了，西藏建设前的主力军俺说陪着意思给往前越入一些呢。可能说稍微高端一点的，俺从马德瓦加上，俺做高校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俺做培育也不珍惜节约省的钱没吧？你拿着200、300、300-400的分去考虑一个别人可能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分，但是虽然一方面说是教育资源这个嘛是个的嘞，俺做大学也不讲约省呢，民都啊俺那不我在约的嘞，就是你如果等做。相对来说，俺从培育那样，在这家等着里的嘞，讲开盲目民多啊，全场等着里，那你放过这个机会的话，接头嘛是吧？那那上几个去讲英文来的，俺那说是的，你就这没事说呢，那这什么呢？那这些那个不女性用过了吧？压力比如说呢，你也可以适当去释放嘛，在阿拉干他们说呢，我有一个非常最大，他们对当时大学生一个就是他的不好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过盲目去看的是呢，酒吧的都是呢，西安最接待的路。成都的、南京的，都是的，我也去过几次。
啊，俺这竞选时代的上战被提结果是对不对？俺北京人的今晚我们就聊不到一起，因为我已经在酒吧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老公班尼，然后我才有时间去跟你们说这些话。这些我在重庆，俺重庆队员。啊，那是。啊，上战被你北京那边的保留的嘛的吧？对，结果是广州的以前可是金牛杯啥就好的，俺说金牛杯哟，比赛体差不多完善，这当时的阿尔干那种的。阿尔干那等着，俺这南局我呢现在讲有是呢，说实话这是说假话对吧？俺这也讲没吧？俺这打保研的奖学金怕有些。几个也不写，然后就是说实话，我们是没有认真珍惜这个资源的，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就是在一个个人发展来说，个人发展中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资源，甚至是一类，但是我们是没有珍惜的。对，俺做建设阶段，后面进入社会，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我们自己能力不够，不赖谁，对吧？干嘛的？这个不讲的，他这个他那些民俗呢，但录音那的，录音那的，土地录音没得录音那的，俺们这但因为这个哪来的吧？不是一个干嘛的，看来是那节目里嘛有的选过的吧？人家老是什么哪来的？俺就老是什么哪来的呀？那种的是多少？这哪现在开始，俺就老种好大些民俗呢，根本不出做。我那俺说，没得星星切巴马的话也俺说呀，也没笨到那个地步，只是我们自己，但偷马的来差也，你没上大学报到之前你就已经投降了，兄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报道，同时在当时我们拉开们都自己看上那个的产品什么开始，俺说这个给土库这些，那俺说干嘛有什么空才基本来不了吧？对，我觉得包可以的，努力都可以做，这个那这，哪来的大学的，人家来的进不来听会的。俺这专业，俺专业保研学的。哪个的？我是保研的，保研系教的。这是中山大学。我是中山大学报到南方医科大学。哦，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这有的，俺的你毕业几年了哥？俺毕业学嘛，那个我还在读研。来，俺在如果忙不起来些，然后想问一下你熟不熟陈生？等一下，中山。我当时研究生的偏重我心里心嘛，俺说是说讲点对吧？中山大学令我心里边，精明我心里边。精明是中山大学，精明是本科还是啥？本科那不认识。本科。本科是公开的。公开的嘛的，没人高中的南开的。南方医科大学有回事。南开天津南开的呗。对。来。天津第二南开的。来。天津第二南开的话，在天津第二南开哪了？我是那个，但是内高帮全是穷究的，现在都能沾亲带故的兄弟。你老板，你后来他都拿了地干点啥？呀？对呗，这个就上的厦门大学嘛的。这个就上今年的中山，好像是中山大学的。是吗？是中山，你看来是中山的，这中山的，这不给他们学的。俺这学历的。这个就上天东西哪去了？俺没让他年前去的，没让他都最新的读的，没让他都最应该过去的下。这个就上好像是公康的吧？啥学？这是公开领域的。公康是呗，来。这个是上公开领域的，我是学弟的。公康还是狠的呀。这个就上差不多来的吧，差不多不。公康是不是？看了我这公康上留学是个谁拿的？留学就朝。今年嘛，那地方那加那龙个地那这是的公康是那地是的，估计不讲就是。对，要不公康俺都有的，我那有。好多。俺这就是公康呢，这就是呢，从哪里有个面吧？在厂嘛，那这几个的深度，那这里看是今年从哪用不多，估计嘛，我是不多。公康也废了，常州的公康。绍兴。常州。绍兴我买的。绍兴有嘛的，我那有还好一点吧。绍兴不算很顶的。看这了这个就是长八号牛呗。
西安浐灞，俺绕吧有，我说了圈子很小的。不过我跟你说一句话，现在好像情况完全变了。以前我们那一块的话是上海行政、上海共康，然后还有江苏南通，你也是这个人。对。但当然这老这的这个起没着生的。少上的。长坝。你是少上吗？长坝的是干起的。长坝都，长坝现在对，我是长坝的。越来越好了吧？你是02年的话，那肯定是认识一个人的，得几个字呢？可是，头巴上才知道的，你认识吗？但还可以就是嘛，那当巴上是要的，但是我是不行呗。你是02年的话，他可能是初3，你是初1，你跟他熟。哦，但这我行了，我这你真的。哎呀，这个故事是一个卑微的故事，就俺说的某然之内的长半年前，俺做高中级的上海发进院的，上海进院差的。哦，华清泉。上海进院。哦，上海进院。上海进院俺差的。哎呀，某然地龙就高考的时候是好像考上那个同济大学口腔那边，这叫个王牌专业是吧？哇哦。他就是在那个高考志愿成绩出完以后，就在家里面开拖拉机的时候就不小心去世了。哎呀，他就是成霸的。哎，我那。但俺做就真的，俺做朋友对吧？谁家的穷啥啥，跑肚啥个咱们地没得死叫的，有一个方言。但不懂，你这你那这样不专业呀，不是吧？然后我们那个。大厂吧。以后是大家可以赚钱嘛？赶紧去。度假是去浪出，那不能重要的。太可惜了，您姐。我那人。是啊。没事，这个这个老重要不的话，真的。这个在俺学的，俺初中通知前，这个字不行。哎，你俩都是写个字的吗？非给他们价格留不着，瞧咱们90度，手机上的是会掉下来的去。跑肚啥个咱们地没得死了。这里不要就是好了，这里给到底。大家不得可以的吗？好好吃。高中的人。俺北燕的这个。哇哦。北燕。就是我感觉你应该比我大吧？没有，我比较小。你多大？你兄弟你倒是填个月，现在不填了，但是。就你然后。那给我们小木就当年说你这是的，那给我们小就给毙掉了噻这。怎么样呢？看来咱弄个这里。俺21届吧，应该说。21届。对，21届在北燕。对。21届我算一下。北燕21届应该是这么说。云州是还是昆明呗？差不多那里。没得。但我现在。没得。我那性别更大。俺这高中是那里天津第2南开。对。那个有的呀。但俺这么几早就开始是俺就开始是呢，中考当时就是呢，昆路就不这个种啊，谈到咱们当时昆路的俺不写那种啊。昆路写那有的当时直接排长了的，出来就是排长了好像。太可惜了呗，因为我们当时是压根就是成绩比较低的那些人去报嘛，当时是这个状态是。俺当时有点不想报那个。当时我以为我的前途很亮眼，结果没那么亮。那就看到嘛的，这当时呢肯定可以要住的了吧？我买的昆路。我们都个买的，就只收男生，我记得。在上面上的。昆路这呢，的是，咱们3级军衔这么多啊，他好像是高中毕业完以后，如果继续你在那个军事院校里面进修的话，他好像毕业以后就是中尉。工资区内的高分才报上，是干到了高分才不了嘛这个吧？700多，我那届是，我可能改革了当时。哇。我们那届的话就是总分也是总分好像多少来着？730吧。俺是900的，我是第一届900分。我跟主播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730吧。中考。我吗？730呀。对呀。总分是呗？总分735。好像是，对。好像是。
啊，就是考了多少？我考了670。哦，那差不多，那差不多。我好像也是600多，但还接一下，我好像是630还是多少来着？你加完体育我就660嘛。哎，你们是15届对吧？好像是高中就是。好像是。我高中是16届。哇，你呢，主播17届。13届16届啊，那对，是我是18届，对。那找不的？俺来人家们这不这小。昆路有好多课。但是呢，昆路有好多军校可以报，对，好像是你上完昆路以后，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上普通的大学。啊嘞。对。马昆那小。但是这高中的当才对，你肯定要去当马昆，谁在考普通大学？对，你去高考考几分是啊？我高考。哦，那的。我528啊。那当然了，那520在万一。肉里然后在的。有521嘛？哎，我去，你呢？528。哇，打第几记得我2个小时啊？我好像是519还是多少来着？那不人多呀，我们那一届的话，我们只军员拿到的呀，前站985样的。343。这那真的的，这今年的前站忙起一本，共本。那时候好像是出现了理科，不是状元，就是好像理科榜眼就出在我们班里面嘛。找不着了，咱3年级。没得应届是哪个的？他估计应该现在应该去补血。对，都500分以上都算比较厉害了吧？甚至这里的多少有没得？这咋多少嘛的？就从下边经常上就是630讲是啊。对，就没得多少嘛，他土地拿了2个比刚里那太扯的，应该才多的。特别差的，区外的话，100到200甚至100排名，100到150差不多。没有，我好像当时是260多名。啊，200，你是理科文科呀？理科。我操，你们这届竞争那么大。我好像是300因为我们那一届600以上就出了很多。我们就单我们学校上海技研的话，它只有40个藏族学生，600以上就出了3个。我们全校都500分的。你初中也不多我的。但是我在这边再说一句话呀，大家以后是初中可以在内地西藏班读，但是高中一定在西藏读。我操，内高班现在我也是，太没有优势了。纯自治，然后的，你除非在北上天吧，你可能有点优势。纯自治之下，刚就严明度不严，一点都不严。现在这里被清大的，你不拉站着有那开始托人给拉站中间的，要么的上海，要么的北京，要么的天津，前面马路要么的别的对吧？尤其是不要去江苏，有这个分是，尤其是不要去江苏。对，尤其是不要去江苏，江苏这个嘛，你可以给这个的，一再考过去，把这个你钱的。我刚们就不晓得吧？刚们就对。这个不太合理。反正如果是内高班，除了北上天津之外，就不要去报了。完全是浪费时间。基本上他们都会说是散插班，其实散插班见的不多。我也是理工班。对，我觉得这个高中真的要么就在天津、北京、上海，其他就不要进了。对，其实因为好多那几个本来初中就好，然后高中他们卷子简单，再加上可能资源也相对较好的话，没什么优势。其实不是靠努力去说。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内高班是可以弄的，但是一定要跟区内区外一定要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是要不然区外的那些人都是这样子人，为什么要这么搞嘛？现在的话，专业的都是包压力，区别是那都搞好资源。我觉得现在我北京第2个的，在内高前几名吧，前5名应该有了。前5名这边，我没考上北工，我就考上上海技研，我当小成绩的。我也是北工没考上，后面去的北研好像。我是没考上那个复兴。反正我还记得我报的第2个，那个真考不上。复兴考得上呀，我考得上复兴呀。
头上那个那里现在 这 高 讨论多少？ 昆明给连接的，顶的那边大概差的，开始高中里那，满族的北京、可能是北京，要么那赔了，要么那直接送了，先别了马大了。如果说内高班排个名的话，我就说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好像第一是北八，然后是上海复旦附中，然后是北工，然后是复兴，然后是天津南开那边好像有一个，然后是我们好像是第一名啊，啥去？那是应该是对，天津南开第2附中，不是？好像我也好像，怎么回事？我好像中考好像考不上，我当时也没讲。让到我都是的上海去、北京去、天津，第二轮没去，第二马路那已经不得了，但有什么就光念好像你那是天津红光也要是那什么时段？天津红光，讲那个初中那是那有多，那搞不去刚妈妈不去读多，不读那样刚不去读的。不是天津红光的状元是哪开嘛？天津红光我真读我念他读。是那状元的给的，南山那的给天津红光的路，你天津红光的状元。哪里没得？天津红光是俺这部队之内普通的，但他没得。普通班的。不是，俺这包南山那的给包的没呗，天津红光是多了嘛，搞笑的多，普通的给天津红光用过呢，只不过有点拿了呢，俺看你们什么的给用的，所以他们这个我来。对，反正现在反正天津红光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对。现在对，还有一个那个大学，那个山西那个叫啥来着？附中。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对呀，不对。你看的是说呢，俺这肯定给拿了在头西那个嘛，对，这个学校在山西好像是在汉族里面是高中里面第1所。好像是大学5年了，忙不多。他好像里面状元也出了好几个。啊，那个。三大附中的天津红光可以考虑，如果说对，实在不行的话，天津，这些。上海的、北京，现在这个也900多。上海报名什么千万不要报上海济源，我跟你说，作业真的写不完。啊不，真的吗？然后俺这作业是题材是乱码的，叫节目或者拿来给这我写写。我操！每次寒暑假或者教父亲这些作业有或者不用的，给那个刚送的，他们又不检查让我们写。那你们俩确定你们俩英语不好吗？我感觉比你学霸的多，你英语2级的。我英语有嘛的，我高3学了1年英语，我90分是当 top 穷的没学。我高3英语没得，我填了3把音。我英语学不刚，我从小就没学。没有上口语方面练嘛。这些，我口语3家学的。我跟你，俺6级过不去，口语这个这样接口语的，我很难把这个东西转换过来。对，忙着现在用的，6级的人就猛是20倍大的。是，我英语口语没背，听唐不当的38的，满分50往俺走。然后第2次嘛考7的，我看了那个《绝命毒师》这代名，但是说实话有点用。亚棍读偏痛读的嘞，哎，我最简单单词看的没拼上来，没办法。绝命毒师对了吧？真是，绝命毒师对是吗？一定要重视英语这项。这肯定的，那老师要上那么多，私人跟我那老师青年这的这绕过系统的也不要的吧？对，你一定要尽早把那个自己短板补上，你不能就是拿着自己短板给自己设立一个特殊的，甚至就是你不能拿这个去博取关注，你不能拿你薄弱科目去博取关注，显得自己很特别，你一定要平心而论，把自己短板补齐，尽早补齐。这英语什叫论面上给我嘛的，英语是忙这些。有嘛的，英语还是学的话，其实不难这个东西。对，考虑现在没读，应试讲一呢。对，英语是给的，我就讲个特别恐怖的，俺这公看主义者呢，从小拿到的，不过让他等那些当然是呢精英教育这边对吧？不过我们可以写这个春秋英语呢，英语或者秋季这个对吧？俺这公看主义者。哦。这这语句的精英教育你知道吗？他们是，我看到好几个同学，就是他在没有在国内读高中，就直接去那个国外读了。真的是这样子。这也不对。当时是没怎么感觉到，现在感觉到是有一定的历史啊。
确实是家庭方面的还有很大的影响是。对家庭资源其实不可避免，肯定是一种资源，对吧？家庭你不能把这个排除在外，肯定是不能的。对，你不能把这个排除在外。对，这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公平，恰恰公平嘛，对吧？全是资源，其实是一种很公平的东西。对。但是你老重要到他们去，你这但你这话来就比整个一个的吧，他们那这比较一那这，你说是立马起这些开的哟。我是看到的，这中间干了几点没得？那公检法当然的，这可能考得上，可能考不上。公检法不行啊。那我在西政，当时冲的专业升学。OK，哇。阿月。今天做的考公肯定老的配个，可是。我让公检法证明是那家是这个家用的啥子？那当他们。就是我很期待你来找我，真的很期待。真的。考问读啊！你这是我把这个当祝福了，兄弟。60共康80多嘛是，到底可了吗？现在的共康好像家里劲儿大。霸凌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我以前的时候是我自己也是受过霸凌嘛。那觉得？他们不会，几个字不会写，那工就不去。好的。还是我来的是牛肉。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那以前的话有那种帮派中的有的，小共产党话。我是第三级过的共康就是攀比比较严重而已，这个传挺邪乎的，其他攀比也有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那种球鞋那种攀比鞋那些的。你们都能这啥共康的那阳台搞了那韩国搞嘛的呗？韩国也是我了3.2个钟嘛的噻。俺这要没得过去。共康有一种情况，最夸张的是，他们买东西如果不是得物箱子出来，就没不好意思取包裹什么的。我跟你说一下，我们那一届共康的时候有个特别恶心的东西的，就是木屐给库洛萨姆女儿不是吧？他就买了一个新的鞋子，或者说新的衣服这，他就只能穿，就是我们那一届的，就是他就买一个新的衣服啊，他只能穿1个星期的，后面就借来借走的。哦，但是咱老辈确实差不多的吧？哦。我们也是。我那边球鞋冷定的。就是互相借来借去的，就是脚臭互相传染嘛。两个问题。真的忙起来。这共康这个啥工作啊？是啊，对了，这个是啥工作？就刚现在俺这个不就有一点霸凌的，学校老师也不怎么管。今年来去霸凌给第谁没？那这不是要嘛的呀？自己觉得俺经常过去。还公平嘛那是，然后肯定是高着，你的薪资不可能是高着吧？妈的，俺这对，好像就是上届俺这手机的你这要交过的吧？那时候我刚好就新买一个手机没交嘛，就藏在手里面，然后就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透露到传到那个初三的耳朵里面啊，就从给俺拆开的卡巴亚的是。那个的。人家卡巴那你就了吧？你从做烈士，人家卡巴亚饼的，他就差不多半个学期都没还给我了。哇，我的妈呀！叫俺拆开去的，俺过去掉。辽藏那里我是辽藏的，辽藏其实还不错，但是我们那届，就是最后的黄昏时刻。西个这不会因素呢，我建议去那个山东济南。济南，好吧。济南基本都山东济南就会有点。确实，山东济南了，行不是那样的。但共康的话，我觉得你自己看着办吧。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以前确实有霸凌。对啊，我觉得恐怖噻，有个表姐我的那不那的噻，穿了个名牌衣服被几个女学生撕掉了噻。然后共康的话，他们家里就霸凌啊。主播，你看到过女生打仗吗？看过。俺真的真的，我们老大的。我也被霸凌过。我其实很好奇，俺同牛妹我那边，同牛妹，我来说一下共康吧。共康的话呀，就是有一个特别恶心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是会评校草笑话的那评这个的，但今年那一届给朋友老大在评这个的就有点。那牛啊，那也能是。
这来看这是，你说明你80斤用多少？你工作？在80前不对，啊，现在还好吧？那时候太小了。现在还好。现在当时确实是。啊，估计是我现在看到那些霸凌多一点。我现在大家估计看到那些霸凌我的人，哎呀，讲。你给这个是的。那你先说嘛。我来说吧。我现在应该是没啥的一个心理上面的障碍，但是如果说我看到那些霸凌我的人的话，我可能会心理上面有一个，还是会有一点害怕，对不对？哎，这读的，你特别喜欢嘛的，那心理阴影留着啊。我的鸟，他们不能说，我也不能说他们的坏话子。你听到在这公康给这些个扯不些个，你聪明啊，先觉的。公康不过进了没别的动机，就去做啥动机，就先是几点的做哪点动机都做哪边的动机都是，就先是去做的啥啦。啊，第二我们这个研究了啥啦，没让通过的这，但是我那个动机正好我过这当中们都就我的那新的年生都是多个就是啥啦，啊没我们的传媒研究了啥，没就是就我把联系到老朋友都搞。我那个把你哦，都是改变了我钱，好不好笑？挺好笑的。是不是有点？这个可以理解成鬼上身，让他毛衣穿反了吗？也可以吧。也可以。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霸凌？其实跟老师有关系的，因为他确实来公康读书的有些学生的话，他家庭条件确实不错嘛。对。他妈的，这是那听的的，那这是那光风气的的。我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年级主任的，他抓到的话，只要给他贿赂，他妈等住你这边的会也行嘛的。就有这种情况出现。你这还没啥了？5年有点的。我还记得他是8班的，我操，8班的还是代老师啥学校的？有没有他的学生？代老师。现在的都公康没报道么啥个不是吧？我看是没。对，这是那干不都，俺拿去买的。俺就给他姓张嘛，然后叫他张摩爷。黄金摩是那是的，我以为那是女魔头的那个魔字的。黄金给他就是当着老师面会说张摩爷，我操！黄金俺老三给的，最后发现那是藏文的，不是汉文。汉语言的。就是俺这里公看这里真的给他什么呀？民国党，他做可以给他当军嘛，是吧？可以给他做的，我也做不的。可以给他我也做过是吧？这没给他军人是吧？这样给他其实不太那个严。初中就不行，高中就不行啊。虽然是初中受到过霸凌，但是还是初中爽啊。大波。俺高中就不是那穷的，北研真的很爽，北研忙不起那有的100多，然后整体水平也都是比较高的，老师管的也不严，这不有点的。跟那些虾兵蟹将的差蛮多。也不能说虾兵蟹将，也不是虾兵蟹将，就是你想学习的时候，肯定是你能找到那个队伍，找到那个氛围的。我跟你说，我上的那个高中有多恐怖啊！就反正我现在在上海静园，我读静园的时候，到了高中高2才发现，才有人去那个找女朋友是什么的。香港就高1高2那接有嘛的，高2直接过来要买的家伙。这要买的，男女比例太夸张了，兄弟。我们不是男女比例夸张，基本上是男女比例合理的。男女比例能合理些。反正我那天你给谁的可以用那给我这里这里想上去，反正就让你学也有这种。是。反正给谁就怕给差不多去，再给我差不多。你给是他们就你给连买去的，俺那去我那他那个钱就交往这里上去。就是的，俺那个那啥吧也。然后呢？那那个啥呀，个娃儿带起来没？俺这地方加上一个。会给估计会比些。我公检法我去，哎我去。雷公要收的，公检法雷公要收的。那这里老是多的。他看下这刚才有点难。打不住在外走。咱这还蛮多的，讲啊，都关系特别多是现在。也都确实。不可避免的这种。但是如果要这个钱，肯定看天命吧。咱公民他是这个一个第一的考试。
公立大学里是一个同样的有一个笔试的机会的，面试那个因素呢，但是招点过的。有面试，但是光脆死呀，等这样，就是进民队，他们说那个公务员很难做，试验变多噻。我公务员就是但是也不知道，哎，反正肯定也有吧也，可能有吧。公务员弄了也是公务员的，事业编得是肯定要分一个等级的话，还是公务员高一点哦。对啊，你会看到很多的事业编，好像他有资源的话，他可以转到那个公务员，但是很难。然后行政编的事业编这个嘛哇。진짜 라운드 나로네 당원에 럽종 야군자면 저 참새는 녹조 양미 럽종 야군자 시그즈 다시는 기용도 봐. 완전 술래 안 들어왔다. 나这话不知道的。哪句后劲比较猛，说实话。哪句就是学的，说实话就是后劲比较猛。小学读幼嘛的，写个最好，肯定好。整体发展的话，肯定写个最是最好的。打个比方，前面说那些人老了，留学是个忙学的，讲起来。就，还有呢，留学是个忙起来是那类。差不多意思呢，就讲起来，反正建议大概是一个嘞，建议出，开始对阵的建议出在就讲起来，让都啥现在来过的。哎，这个是因为啥说呢？啊，这个是他跟我说，这个是的，你忙不上咋去的？你忙不上咋？真的，那这看啥个的，这个就不够土了吧？就是现在两个的整体水平就是很高。이게 알로 좋아.知道이게 말다. 네, 对不对？公务员以后是不能出国，公务员是可以出国，但是你要看去怎么申报嘛。对。我觉得够呛，我操！之前大学自搞中原运动那够呛。原则上可以。够呛。但是这原则上可以。学的的护照嘞的。考虑现在有的护照签证的，你最好的机会就是大学，其实就是大学，说实话。你说。这没培养过什么那些。其实培养过有的。我看这是等嘛的。俺谈的帖子的忙就谁我这个的，对不对？为什么的？他别刚这个嘛，肯定的。你不是公务员，都比较难。你还当公务员，你还出去？考公务员，如果考了公务员，你就不要想着出去。只有咱们谈，那叫潜逃，不叫出国。潜逃。咱们谈完结，然后等呢得潜逃了。对。那样可以出去。要不很难，其实很难。你正规出去真的难。你想嘛，正常人出去都比较难，你何况是公务员的，对吧？大学生出国需要什么条件？他们都怕大学里知道。挺多的。最近家长说他们的卷子不一样，比我们简单3这以外，什么和什么的卷子不一样？中考卷子说，中考卷子一样呀。瞎说。瞎说。雅哈当这个考不对，那其他能申请出去。其他难，雅哈更难吧？对，你雅哈卡的也，雅哈最难的应该。雅哈我那。这边有的吧？看到有的。反正跟着是他们的，给不的就要嘛是，人家买单，对，点不的，我买单。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要。所失去的，或者说自己所谓的那些遗憾，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只有当你真正失去，对，真正失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平时日常生活中本科那考研去。专科考研之前求嘛的，之前专科那个啥对不对？对吧？南宁可以当，都可以。没有这事。专科可是电力考，四川电力考学院30度，比国家电网科多得多。我操，那个今年竞争好大呀也，竞争考虑些难度也。那不对。考虑些难度，有个内地就是区内370的吧，咱们区外报不了，区内300
6.370G 报，就是西藏民族大学那种水平。他报那个，然后没考上，想嘛，竞争有脱流型难度，大家都盯着那点铁饭碗。自考本科可以考研吗？可以。自考本科检，而且考研的话，好像你真的可以拿那个毕业证，那个证书是真的，就是拿去带上。这个即将。我这里他的清楚rolling 怎么走了呀？Rolling 你那清楚啊？那清楚之类的，还聊红钟。你刚出去，前1分钟。那你现在2度9米多。我俩主播，那今晚就先聊到这儿嘛。OK，或者说你现在再聊会儿。行，那连着有那样，连下有的，拜拜。当然那个人。拜。也下完了就。OK，拜拜。OK，拜。对，拜拜，困难走。关键连着给这些教学怎么赚钱？我操，这个怎么赚钱是呢？你现在是大学生嘛，然后那这也能加钱，多把兼职单这些得是干不着，好好干工作。如果他是学生的话，他干不了工作，那个钱没吧？小练这些有的，是吧？那这也能小练这有的，是的，是大学生，那你就去兼职嘛，兼职啊什么的，然后弄点家教啊什么的都可以。重点还是把它放在学习上去，但是如果你觉得让老种的垃圾吧什么那个的来牡丹的这些那来看嘛吧，老种的做起，可是是比例这没被露西大学露西拿了，等到毕业期末多年的就忙不多，你难道没把什么给人给我做这个困难的，等到出来预备，他就是切个度，等到出来预备。传没弄啊，17年的，逐渐7年。大学生噻 ，OK， 你打呢？拜拜，困难走，拜拜，晚安 ，Good night， 拜拜，下年的，请问你是在美国留学吗？拜拜，不是，我是去实习的。Bye guys, bye, 你。